星灵湖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完成了动画的建模，部分章节也已经有了雏形。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片花，给大家品鉴一下。有盘送来了吗？顾总，这个独孤南州是星灵湖需要新加的人物吗？啊，这个画风实在是有点儿……这画风、这人物都是我们坚决抵制的反面教材。何总，我们在创作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，发现如今蹭热度、蹭流量以及蹭话题的作品，几乎占据了大部分的漫画市场。然而，这些不知所云、毫无主题的内容，都不是我们星云所要追求的目标。所以，我们特地整理了这些素材给画师们看，其实为的就是守住我们创造星灵湖的底线。说的有道理。我们之所以对星灵湖感兴趣，还是因为它有别于市场上的大部分作品，起码主题、情感还是很真挚的。没错，何总，您真有伯乐的眼光。您可能不知道，星灵湖源自于我们顾总真情实感的故事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星灵湖故事的内核就是为了梦想而努力。少年和小萝莉其实都是我们主人公内心的投射。只要你心中有梦想，就一定能找到那片星灵湖，并且找到丢失的勇气。啊，确实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。那想必这个男孩就应该是以顾总为原型，那个女孩呢？当然就是我啦，我就是小萝莉的原型。真的吗？难道您跟顾总也是青梅竹马？动漫圈这么大的花边新闻，我们居然今天才知道。我们的确从小就认识了，不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，直到最近才又重逢了。我很意外，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顾总一直都记得我，他居然还把我们的故事写进了星灵湖里。不过这也就是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，只要两个人心怀梦想，就算暂时分开了，也会在某个地方再次相遇，诚心相爱。那你俩迫不及待闪婚了吗？我们虽然是闪婚，但绝对不是闪爱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重逢后的那一晚，他带我去看烟花，他仰头看着烟花，我偷偷地看着他，烟花的光映在他的侧脸上。那时候我觉得，怎么会有人比烟花还要好看？可能那就是爱的感觉吧。不过这一幕就像动漫里少年和女孩在湖边看着星星坠落一样，这种情绪爆发的浪漫时刻，就是这场重头戏的灵感来源。哎呀，顾总也是个长情之人呐！啊，怪不得这么执着于星灵湖，原来是情感的内在驱动啊！这么浪漫的爱情故事就在我们的眼前上演了，我真是太羡慕了，太罗曼蒂克了！要不再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吧？对，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？是谁先主动的？对呀，这也算是星灵湖的背景故事了吧？